着趁野荷花通找着的时来找伊。伫伊三分的时，又叫伊。歹人就离开伊的路，不义的人就拐换伊的念头。由于野荷花，伊要离伊，为阮咱的上帝，因为伊要骗行邪恶。咱三界来念圣诗，圣诗51首，圣诗51首，圣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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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全能大自在。咱着齐声唱歌，而乐主荣华。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奖励天地人海，而乐上帝至尊、至远、至大。请咱起立来吟唱。
321首，新诗321首，万国万人拢有一摆，万国万人拢有一摆，为心为主是应该，真假善恶时常斗争，到底你我对一边，远大目标用心一致，定力幸福下随便，艺术竞选关键决定，原点黑暗下光明，请咱起立来领传授。转你的上帝，搁我救助。你是平安的源头，你也是必须的希望。阮意爱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会当心敬拜，献时老师。主啊，求你甲是阮，互阮知影家己的歹，赦免阮的罪，也洗净阮所有的过失。恳求你将清气的心，听正人和睦的心，愿意明白你清纯的心，放入阮内面。因为阮知，人若明白你，就会得到因缘我。求你帮助阮，有当了解你的旨意，愿意顺服，愿意学习，来改变阮家己的生命。我知影今仔日是药山新行医的纪念主日。药山新行医是全台湾唯一为着原住民所设立的学校，更加是培育原住民宣告思讲人才重要的所在。恳求主特别来纪念、祝福药山新行医，互思讲顺利来进行，互经费满满来回春，互阮真正会当做到原住民伫倒落福音的关怀就一摊。阮教会有做的思讲，恳求你来施恩祝福，凡事日头前来引带阮、帮助阮，互阮知影阮的困难在于你。既然互你的名来做工的，你要互阮来你的机会。你要保障阮一切的欠缺，
你要真做阮随时的帮助，阮真心感谢你。我也要为着身体有病痛、心灵欠缺平安的兄弟来向你恳求，求你用你的怜悯、慈爱来看顾因，用你的大管灵来医治因，信心的开来来安慰因，互因会当赢过病痛，在未来得到健康。只是的上帝，求你的信心感动，用主是的家保护亲近阮的心，互阮今仔日所听的真理，会当栽种伫阮的心内，通结出好的果子，来延伸你的名，来利益众人。阮今日伫你面前，安尼同心恳求来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祈。所以，我甲你讲，既若罪恶讲道，拢要赦免伊；独独讲道信神的，无要赦免伊；既若讲话攻击天主的，要赦免伊；独独既若讲话攻击信神的，不论今世来世，无要赦免伊。恁着掠迄个树做好，伊的果子也做好。迄是掠迄个树做歹，伊的果子也做歹，因为对果子来捌树，独蛇的对啊，恁已经是歹话讲好话，因为是对心所充满的，喙就讲出。好人对所执着的好来发出遮的好，歹人对所执着的歹来发出遮的歹。我甲你讲，既若人所讲的阴暗话，因伫审判日，答复着数人，因为对你的话要请你做义，也对你的话要以你有罪。圣经读到遮，下面咱要请圣歌归来。